想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录一个这样的视频，记录这些年你不在我们身边的生活。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。可是经历了事情才知道，这个家离开谁都是一种缺失。做好了10000种心理准备，这几年你不在，我们将如何生活？可是生活却给了我一个重重的打击，让我跌入谷底，无法挣脱。从你出事带到我脚受伤，到我被骗，现在的我一蹶不起。我真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我将如何继续，欠一屁股债，还有我们的2个女儿要养，还有房贷、装修贷。后来想想，还有2个孩子，他们是我目前唯一的寄托，唯一的奋斗目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好好努力，重拾信心。